呢啲原則將佢哋聯繫喺一齊。如果你可以緊記呢啲要點，將好有幫助。無論係邊種委任關係，均須實現正當嘅業務目的，並為達成該目的而進行。一般而言，呢啲會議會由我哋總部嘅同事推動召開。非常重要嘅一點係，我哋必須始終記錄詳情，而且活動必須遵守當地規定。本影片附有研究中心手冊，請務必全文閱讀。另外，仲有一系列針對唔同測試類型嘅操作方法教學影片。觀看呢啲影片並全文閱讀研究中心手冊後，你將了解培訓要求，以及喺邊度可以揾到關於完成肺活量測定認證評估嘅資訊。健康競爭可以為企業創造公平嘅競爭環境。競爭法並唔係要懲罰大公司，而係為咗促進市場嘅繁榮發展，推動企業不斷咁改進佢哋嘅產品同服務，並且能夠控制濫用，成個社會都可以從競爭中獲益。當企業進行公平競爭嘅時候，我哋所有人都能夠獲益，因為健康競爭可以為企業創造公平嘅競爭環境。Melinda 將資訊上載到個人網站時，無意中使其組織嘅機密資訊面臨風險。呢個就說明咗我哋下一個要點：不適當咁披露機密資訊嘅行為，並不總是有意嘅。按一下箭頭，查看防止機密資訊意外洩露嘅方法。voicetalent.cn